由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你是人还是鬼啊？我当然是人啊。哦，看起来是真生人啊！伊是讲姑娘啊，啊哪会安尼遮好打着，啊伫这荒郊野外三更半暝了伫遮？我要为遮经过，当然嘛徛在遮啊。吼，我嘛是对按遮经过啦。歹势哦，踢着你的路，姑娘，啊你先请。多谢。包我敢会找你？这位公主，一定是拄则吼，你看到我，掠做我是鬼，惊到无水的时阵吼，才将迄包袱啊吼，等下砍脚落去啊。哈！哎呦，感觉去哦！哎呀啦！我真正记了了啦，记了了。照你的话语听起来，迄包袱内底的物件，对你来讲就最重要咯。是啊，姑娘，我无讲你唔知影啦。阮阿娘哦，伊卖田卖厝，要花我做就缴户口的路费，我拢藏咧包袱内面啦。本来是想讲要较俭咧，要省一工仔做厝点钱，要得领半路。我哪知影，这些拢记了了啦，记了了啦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公主，一总讲一句拢是我唔好，所以才害你。姑娘啊，这嘛袂用拢总怪你啦，只怪我家己较无胆。人讲这心静食，不成暗鬼，心惊食。公主啊，无安尼啦，假使你若是无气眼吼，我有一家集团，迄是阮阿娘予我的。讲我即马放在阮厝的迄个新竹牌后面，无我摕来转，转来的钱哦借你。到时若有钱的时阵，一定要害我。若是无吼，我是无钱通去偷转来的哦。你钱要借我？嘿啊。哪安尼？安尼要安怎？公主，到有影啦，头前迄间厝就是阮家。这就是阮家吼。就是讲啦，啊姑娘，你会待阮待着，我唔知要安怎报答你才好。免客气啊，请。哦。请。公主，你有安怎无？我刚才去踢着什物件，才害我跋一倒。头无物件。公主，请。哦。今麦变到遮好，我嘛唔知，我等下去问师傅呀。好啊，行。好惊。你阿爹有转来无？也未啊。你阿爹敢有转来？嘛也无啊。也毋过哦，阮阿娘气甲规日拢无困呢。阮阿娘搁较惨，规暗伫咧磨菜刀，也毋知要创啥物，夜魔道的女人。那安尼哦，
恐惊会发生代志啊！我想也是。奇怪，啊，迄两个老的是会走去倒安尼？啊，咱就来去木桥附近迄溪仔边，因失踪呀，来甲找看嘛。嘿，啊，你讲到木桥，我才去想到，你还会记无？进前足有阵因迄个出家的阿哥苗静师傅又送咱一个曲曲，顶头是写啥物？你还记？中秋不入庙，木桥不可庙。对，中秋不入庙，木桥不可休。苗静师傅又交代咱，一定要谨记在心。我才叫袂记你啦。结果你按迄木桥顶悬链落去桥骹，啊，若无迄定水神珠护身，你就去用水淹死啊！都是啊，所以我以后吼唔敢搁行木桥啦，较莫接近有较好啦。迄两个大波佬，你哪有可能去溪边啦？对对，嘿嘿，对啦，啊，咱吼来去饭姑娘因厝看卖咧。伊若饭姑娘若转来吼，伊就会甲咱讲，咱两个老的走去倒位啊？有理哦，行，咱来看卖。叫。是啊，这是饭店，你是读书人，毋好入去。无玉款我摕来炖就好，你搁较等我吼。哎呦，残花啊，无要紧啦。这个世界上拄着困难啥人无，对无？咱也毋是去偷摕，也毋是去抢啊啦，这无啥物通好见笑的。来，我摕来炖，我摕来炖。哦，这几仙钱搁食一顿尔啦。哎呦，哎无啊，你这请仔人，还交我无目睭了，哈。是的啦，伊毋是挑工的啦，是的。赶紧啦，紧啦，咱毋是挑工的啊。佮讲，咱来饭店倒物件，都已经挂歹势啊！你搁踮遮讲冤家，紧来行啦，去歹势人吼，歹势。哎呦，你有安怎了？好。残花啊，酒馆转去啊啦！啊，师傅还袂转来，咱等下是要转什么货啦？师傅若转来哦，搁较死啦，将你转去换烧酒。你要讲啥？两位姑娘，啊，哪会拄啊好去撞到恁啊？对啊，恁遐早就出门是要倒啦？阮啊，阮拄则去庙里拜拜，想说添香香，希望佛祖吼，保庇恁两个较早有结果咧。真是的吼。我乌白讲，无你讲，咱拄则去倒位去创什么货？讲啊！是啦，拄则咱去烧香拜佛祖啦，安尼毋就好啊？啊，恁就想煞抽签无？啊，迄佛祖安怎讲？讲啊，这你来问伊啊。姑娘，啊！你看，你甲阮的玉环塞转去啊啦！我你是咧白讲啥？我伫当时将你玉环创转去啊！是咱无注意，这边人怪人。无啦，我毋是怪，我是要来甲伊讲道理的啦。姑娘，你看。讲道理？要讲什么道理啊？你讲啊！是啥哩啊？还袂甲人惊着？对，这位姑娘较明理，我讲互你听。姑娘啊，拄则吼，我要入去饭店的时阵吼，恁拄按这个饭店出来，我咱甲伊相弄，对无？是啦，是安怎？结果我就弄着我人跋咧涂骹，手管塞涂骹人塞转去啊！你的意思是，你爱朱姑娘陪你？无？也毋过吼，这我甲伊拢有责任，所以阮就一人陪一半。啥？一人陪一半？你讲对啊毋对啊？谁人叫我一人陪一半？迄实在太无道理，谁人一人陪一半？哪有唔对？因为这手款也毋是我的，这是田花因阿娘留予伊的传家之宝啊，所以吼。小米，这敢有啥物地带啊？这恁带传家之宝，敢有啥物地带哈？你讲啊！莫爱冲动啊！有话慢慢讲啊。放心啊，我拄则就来讲过啊，这若是咱无注意，毋知安尼甲咱弄一个落落去，这边要怪人的啦。这。
是如我太傅，太心在后，金雕老母，一个无心无义之疑，伦理在我，你去反倒怪我不懂安泰嘛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公主，你即摆是讲啥？拜托，我讲一摆好。我是讲，如我太傅，太心在后，金雕老母，一个无心无义之疑，难道伦理全我离开，反倒怪我不懂安泰？哦，我知影，你是讲如我太傅，太心在后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有一个腹肚内底有囡仔的妇女，对无？对。金雕老母，伊个无心无义之疑，意思是讲，今仔日咱两个相弄，伊个人是无心，也毋过我腹肚内的胎儿却因此来流产，难道伦理全我离开，反倒怪我不懂安排？意思是讲，难道这拢总是我的毋对，反倒倒来怪我讲无将胎儿安顿好势？这岂非是岂有此理咧？哦，对啊对啊，那照伊安尼讲有理。那安尼适当药权，主药阮应该要负责一半的责任。副局啊，你咧讲啥物啊？对，双方面拢要有责任伫的。吴永生、朱耀芬，恁一个人啊，爱赔偿本姑娘的一半的药费的钱，就此裁决。代志明，多谢代志。安慧，这个代志无歹，确实是一个名利的好官。来去。无彩吼，你两个人咧做无头，啊，家己人拍官司也会输人啦，实在有够。玉芬啊，其实王大人咧拍卦真公正啊，啊，你王师先讲的话嘛真有道理啊。是啊。是，有道理。但咱即马啦，迄顿的物件的钱也拢赔人啊，啊，中昼要食啥？迄无问题，中昼我请。啊，暗时咧。下我请。安尼敢好？安尼拢互你请，敢好意思咧？迄无要紧啦，咱拢总嘛家己的人，对无？是啊，我甲恁包一，嘛无要紧啊。好谢啊！想放开，拄条拍到电。这边。哎呀，放弃耶！我管你哦，后摆有命甲恁老十甫老的共款。既然啊，我看咱两个吼，咱两个大波佬共款啊。啊，那安尼，咱这钱就应该紧退还朱姑娘，安尼毋则袂失礼。而且现在伊嘛真困难的。不要紧啦，这个钱做你摕去做路费，厝内的代志，互我来办就好啊。我有听王大人讲，这2天要将吴不菲罚金中间的一部分，代成做那点的赔偿，啊，所以我会将遐银两代成害朱姑娘。要若安尼，听我就囝户口转来，我才来说到还迄笔钱。你莫想遐尼多啦，人我即马只要你认真打拼去考试，所以我叫你高中。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我有听王大人讲，这2天要将吴不菲罚金中间的一部分，代成做那点的赔偿，啊，所以我会将遐银两代成害朱姑娘。要若安尼，听我就囝户口转来，我才来说到还迄笔钱。你莫想遐尼多啦，
但我即马只要你认真打拼去考试，所以我叫你高中。彭天佑，你在甲讲话？我即嘛毋是咧甲你讲话，我是咧甲彭天佑讲话。彭天佑啊？这也无别人啊，干那我甲你尔。你甲彭天佑讲话？我想到啊，你是毋是咧讲迄个彭参花伊死去迄个阿兄彭天佑？是啊。嘿，阿伯，你毋通吓惊我呢？伊彭天佑已经死去啊，你要甲伊讲话，你是要甲鬼讲？是啊。彭天佑，你是想要害我是？你若来离开这个连江关的地界者，你是会拖累老夫，你敢知？即马下面的吼，已经发出通知令咧抓你啊啦。也暗时安尼是归伊出面，若是啊是归老夫我负责。你若是老炮者，是会害老夫叫人讲卡生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，讲你有苦衷伫个啦。你竟然甲有迄个心要替恁阿爹白斗三工，你更加无应该离开连江关啊！你若是离开者，你明明是甲我找麻烦的嘛。土地公伯，我只不过想讲，要甲我一个未来的妹婿斗阵就有惊啥，帮助伊成就功德。咱若安尼讲起来，恁就拍算讲，伊去考试的时阵，你要甲伊变鬼咯？哈哈！唔免啦！那你这个未来的妹婿，伊靠伊家己的本事啊，会当高中状元啊！你若是讲想要加倍甲伊斗三工哦，颠倒会害伊去互皇帝吼，也去斩头壳，你知影？正是，我这个未来的妹婿有遮尔大的功力。是啊，人咧讲，积善有因果，积福有福在啦。你这位未来的妹婿嘛，伊的前世今生做人做事哦，拢真互人学到伫咧啦。你是毋通想过加步，颠倒甲伊陷害呢？我看你也是紧去下面报道，那安尼对你的将来才有较好的结果。你放心啦，那恁厝的片田吼，老夫若有闲会去斗三工啊。多谢你，土地公伯，我彭天佑即阵随来下面报道，哦。好，你赶咯，吼。有事先啊，你抓我紧赶是安怎？毋捌看到遮缘投是吧？紧赶咯啊！你看啥？紧去咯。这个阿伯啊，真正无正常。对啦，阿伯啊，你住喺倒位？我送你转来去。真好，你甲老夫共款，拢真好心呢。哦，我住伫个。阿伯啊！去倒位？来，吼，这是我甲吴球啊两个用的，恁规工无食炭烧，食看卖。并毋是，我无爱甲恁两位留喺仙宫继续饮酒。问题是，恁两位一啉酒就要冤家相拍。唉，我爱仙宫水府，用要互恁变做拍武场。无办法，我只好送恁回凡间，请恁两位莫见怪。吓死吓正的啊！你在甲我骗什么意思啊？你骗我，我遐大声！哎呦，你看，笑骗笑人啊！你明是你甲我骗我，你奇怪个你哈！你，啊，无你啦，你是我，你安怎要紧啊？安怎？你惊吼，惊我有惊就好啦。我都唔信咧。哟，开机动，你做啥来？死我啦！我会记咱两个都个人摸这酒哦，你来开机动看酒，敢若使啊！伊啊，到尾啊，哦，对
这路拄着无救的，甲别安吼。对啊。伊啊，到尾啊，到尾安，我煞袂记哩。哎呦，你是做歹，你知唔知啦？到尾啊，伫咱两个互相不服啦，也互拼烧酒，一直要送互酒干那三遐酒哦，伊半路拢甲啉了了。所以讲哦，咱明仔对工呢，即摆手骨拢空空啊，对无？哦，应该是安尼，无毋对，应该是安尼，无毋对。是应该讲哦，就一定是安尼先啦。安尼哦，你无来到遐啦，无早你要嘛无要紧。我来恁，看恁你来恁来的幸福。哎呀，我嘛要看我幸福。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阿爹啊，阿伯，恁两个哪会无代无志落咱遮来？就是啊，你来嘛要小通知一下，阮当地甲因，这个有团哦。老啊，我的炒菜互查囡仔食，嘿，真有效，真有效。毋是安尼啦，人迄两个姑娘吼，规工无食饭，所以阮毋才安尼。是啦，因两个吼真可怜的，拢无钱通去食饭啦。可怜哦，恁爸才有可怜啊，逐工就是爱煮3顿，互你甲互恁阿娘食啦。哎呦，你这不孝子的啊！你敢会堪讲甲恁爸斗煮一碗饭啊？都对嘛？阿爹，话毋是安尼讲啦。我若是甲阿爹斗煮饭吼，颠倒是害阿爹互阿娘骂咧，我真唔敢个。对今日开始哦，情形无共款啦，我到底要摕出查甫人的神威出来互你看。嘿，对这时开始，走脚一脚步我都无想讲你要甲你去。行，倒转来，我带恁阿娘面头前哦，展我一个威风互伊看者，互恁阿娘哦，惊甲一个面敢若袂输的照见安尼先。阿爹。我看吼，老尾也是你的面亲像加见啦。我咧，我看你面甲我的烦恼煞来七孔流血。安尼讲，你嘛爱较小心的。阮阿娘对你话一直哦，你后面讲啥？外家之主呢？哈，恁母家大声声，恁爸就甲吼出去。伊若陪你酒，恁爸就甲电话金。你若唔信，对我来看嘛。哼！对这边才对啦，对这边啦，这边啦，臭大不死人笑干。怎说？等两个听到某安尼行到迄骹落去，连厝带着倒一方就无知。你看哦，我安尼去穿一贴仔药啊，这回哦，阮阿爹的心里重伤。对安啊，你若去传药啊吼，阮阿爹迄份顺便甲传起来。姑娘啊，你若走来阮遮咧扫涂骹？迄是我就是番记米店的头家，叫做范西河啦。哦，原来是头家，我叫小平啦，是头家娘今仔打叫我来做是豆糕店的。哦，就是阮夫人请你来就对啦吼。是啊。要不你个扮大查某，大主大乌白甲我开钱，哎呦喂啦！哎呦，要晚上就这间店，后头要甲，这一杯对下条，好，我定你嘛甲问个款，清楚嘞。行，你来，我问你啊，你安尼什么意思啊？你是？我叫范无求啦。哦，原来是少爷。唔通安尼称呼啊，叫我无求就好啦。无用这你哈，我入去内底叫阮阿爹啦，哈。
对啊。林处，什么代志？黄金米店的少爷，敢若是报牌哦。哈？安尼，咱的行动甲计划恐惊就要较注意的，若无会危险哦。嗨，夫人，你来受超过哦，但我也无安尼。哦啊，你愈来愈好打呢哈！你也敢甲恁祖妈去外口找查某，等下我甲恁祖妈大细声，无你是无想要我安？哎呦，夫人，你哪能讲这落话冤枉啦？我哪会敢去外面找查某？我若讲有夫人你的存在吼，哎呦，我只世人都感觉足幸福的。你何必着讲安尼？我绝对唔敢去外面就是查某囡仔啦吼。你在讲啥？我冤枉你哦！恁祖妈亲目睭看到的冤枉你，你搁咧正啥的你啊？哟，你亲目睭看到，但你看到鬼嘞？对，恁祖妈吼，这阵就互你随时变成鬼。愈来愈唔是款。哎呦，夫人冤枉你甲我指出来！啊好啊，你小动工啊！你今仔日就是比咧走空的，我也是要甲你搞你咪咪毛毛。你给我你无讲啊？无，伊是你爱啥你啊？啊，拢无甲你讲着，你是你爱火大，甲我死出来，死出来！啊好。我无去外口找查某啦。啊！你讲无？我无去找啊。哦，搁坐到遐伤神，滚来，滚来！我就要跪啊啦。无，我甲你安尼拢亲目睭看的呢哈。啊，真好命哈！水姑娘啊，坐咧边啊，陪你啉烧酒哈。好，恁祖妈今日绝对要互你啉哦够开够开。我放假啦。你安尼啊？咱店内哦，内面举一支迄个上大支的油摊啊，入来。今仔日我咧灌大狗啦。咁好。啥物好啊？你听，叫你听你无听会哦？安怎？这个啦，莫生气，这个代志我来处理就好啊，莫生气干。安尼，恁母啊讲话就会生气，赶紧去，有听无？哈？啥人叫你起来？我咧开啊，开去啊！啊对啊，阮阿娘要管你只大狗，就是你了。废话，我会当做伊红色，我哪唔知伊的意思？有法度啊！恁奶奶对我任何处罚，我拢愿意接受啊！君叫神死，神不敢不去。既然若是讲恁奶奶爱我死，我嘛甘愿要来死。安尼，你还会记哦？后底若就医了后呢，你就要好好友好你啊，绝对唔通互伊生气哦。大哥会记啊，恁阿娘上爱食了竹笋，你了学恁爸呢，每早起足早，不管风啊风，不管霜势搁较大，赶快去山顶的竹仔园内底买新鲜竹笋，来滚排骨，友好你的阿娘，有听无？要讲有哦，你就爱对男啊，对对。我一个亲爱的同学，我唔敢甲你放在遐尼凄惨，我唔敢安尼面对你。阿爸，你若要洗身躯，我会去甲你喝烧水，我会甲你愈较这拼。我来一直抱你抱，我。
少爷。你好，会辛苦无？袂啦。嘿，若需要阮斗相共的所在，你就爱讲哦，免客气。是，多谢少爷。哎呀，你哪安尼搞礼数？这运动的啦。对啦。啊，门口这张水店拍的这吼，已经甲拆了。啊，等阮娘甲阮爸都讲好啊。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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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安尼？我跟你讲吼，阮阿爹甲阮阿娘已经无代志啊呢。阮阿爹写回故事，互阮阿娘了吼，一切拢无代志啊啦。哦，哦，啊，这回安尼，阮阿娘甲恁两个正大吼，啊，请甲恁两个，让阮迄个安尼害着，啊，恁迄个运。哦，阮迄个嘛嗨咧。好呀，大人有紧急的代志哦，要请两位紧转来开门。啊，是啥物代志？啊，看你遮尔凶狂呢。民间哦，南大岛啊，昨有一队巡逻的官兵啊，离奇避散呢，而且总野来兵被盗，目睭走早去。啊，有这种代志哦？是啊，新来的知府大人哦，已经亲门通令各县市诶，爱下面哦调查可疑的人物啊，限期回报。所以哦，大人唔知赶紧找两位保转来研究啊。此事非同小可，行，赶紧转去衙门。因为咱调查也袂怀疑是咱做。啊，那安尼是咱阿毛县上好的所在啊。根据这张州府的通灵国关镇的行文所讲，临港南大岛昨日发生离奇案件，嫌疑者是两名女子。敢有可能？根据凶案现场，迄个骹无印，就要甲断定两位女子，以免伤过了偏差哦。啊，办案本来就爱大胆设想，啊，再过来小心求证。来，咱哦，大家来研究一下，哦，看安那先清查本县的可疑者，啊，应该要安怎来查起？这简单啊，啊，咱查甫先莫查，先查查某的啊，啊，伤老还是伤细呢，咱嘛莫查，咱为吼可疑者先查起。你靠腰啊！啥做可疑者？啥做可疑者？啊，你做捕快是做假的哦。亲像迄款的啦。亲像啥物？啊，我知啦，迄就是亲像朱姑娘甲白姑娘因两个，迄安尼就是像嫌疑者，对无？对。好，阮节目出来讲起了有理，查甫免查，对查某先查，啊老的免查，啊囡仔免查，啊对上嫌疑的就是迄个朱姑娘甲白姑娘尔嘛。你莫黑白讲啦，我想吼，无可能是朱姑娘甲白姑娘做的案件啦。因莫查啦，为了要证明因两个是亲戚，电动爱查，我先对因开始查。对，公正无偏，阮家己亲身出马出来去查。哎呦，哦，师傅果然厉害呢！哎，暗感这西卡字，在迄个花盆内底叫我抄出来吼。是啊，我才感觉足奇怪呢。是安怎一个当当的秘密钦差，哪会逐工那底下拢空空嘞？原来吼，师傅就是假散，搁偷暗讲哦。咱哦，甲讲话死，袂用的啦。师傅，较阮有其他的用途，咱来甲开掉哦。师傅若知，甲咱讲死呢。啊无，我看吼，咱若是莫甲顶当好啊，紧来甲包包起来，去原来的所在啊。意思啊，结婚。你哪会遮尔紧就过来的？是不是搁要煮啥物好料的，互阮食？阮即摆来吼，你哪有做钱哈？是啊，恁身躯毋是无外泄，再去转物件，你哪会即马？
情生活上水。你看头良心，如啊，我甲阮讲的是真实的假？当然嘛是真实的，是讲咱是家己人，我才甲你讲老实话呢。恁是毋是昨日去犯案，害人夺金比毒？对啊，是啊，安怎？你要抓啊？来抓！比如啊，我嘛有份，来啊，互你扣起啦。是啊，我嘛互你扣，来啊，来。来呀，好你来呀，好你考，来呀，来呀。忠心反恶，绝无偏，公正严明，扣起来！不救命！救命！忠心反恶，绝无偏，公正严明，无私情，对，公事公办，对。对，是啦，对。你嘛是同款啦！比如啊，安奈安尼，啊，即摆要安那？我知，无我看吼，咱先转来禀报啊，大人知影，才搁讲。好，去行伊两个实在有够戆啦！咱咧甲伊滚耍像伊掠出真的，有影戆甲袂剩下。是讲，因拄仔伫讲啥物？杀人、夺兵被盗，还是发生啥物代志哈？管，以后因的代志，咱无说话来斗关心啊啦。对咱遐尔啊无感无情，咱搁要关心啥物？啊，咱偷仔去元宝，袂记摕转啊，啊毋知去无收袂？对啊，哎呀，袂要紧，我有一个妙计，会用好好甲变起来，出一口气。是啥物啊？你讲好。好啦，无问题啦。两位姑娘吼，恁所要伫的迄100只，什么专门咧剁树啊，迄啄木鸟吼，人我已经交代，迄专门咧掠鸟遐大户吼，啊一四过去甲我收诊咧，人我嘛有甲因讲叫因今仔日吼奉阮以前爱甲我送到位，我想吼是无问题才对啦。好，有偌济就算偌济，上好是有加无减呢。我是要做药去拢用的。哦，是啦是啦。啊，着爱活啊！假使讲若是安尼，一个撇者，阮是无爱治哦。哦，这我知啦。啊，咱当初就有拼好啊。啊，你甲看啦。啊，人我这鸟啊，哎哟，大只嘛安尼气灵活好，安尼活跳跳，哪有迄落什么你是个受伤的啦？无啦，你放心啦。人咧，我以后就准备来掠鸟，到时到尾款啊，顺当弄互你。啊，多谢啦，多谢啦。爱记着，阮下暗准时来找你哦。好啦，这我会记的啦，我袂去耽误着恁的代志啦。稍等下啦。无你是做啥物代志哦？哎呦，是安尼啦，两位姑娘吼，啊，恁两个毋知住倒位啊？啊，恁的亲情毋知有去做互人无？啊，若无吼，我这个黄男婆啊，来替恁物色一个对象，啊，恁收啥款呢？你是某何白想呢？人我普通时啊吼，毋是干那讲靠这个鸟啊咧生活呢，人我嘛搁兼咧共讲亲情做毋人呢。啊，毋知讲两位姑娘吼，恁的意思吼，阮也袂想要嫁啦，假使讲若有必要的时阵哦，我再来拜托你。水姑娘啊吼，若无紧嫁吼，
老久是甲我同款哦，会撩皮啦。啊，迄两个姑娘是毋是要来拜托你家己做媒人？毋是啦，人因两个哦是来甲我买鸟呢。哎哟，恁都毋知人普通我这个人客哦，拢买一只啦，啊无就一箱啦。哎哟，真少人讲像因吼，一捆啊就甲我订迄100只迄什么啄木鸟呢。100只的啄木鸟。哎哟，公事爱办，啊私事嘛着爱顾。较早娶一个某，唔通惊唔通亲嘛，趁恁的唔通钱啦。哎，对啦，啊环保头，啊顶回我替你讲的迄门亲事，啊后来咱拢无消息的，敢讲是你无介意人朱姑娘了？我毋是无介意啦，伊啊，伊是爱甲要死啊，只是哦，迄公事无法度兼顾，迄落尾吼，我看是看破。哈，啊为什么咧？啊是啥物代志？公事无法度兼顾呢？袂要紧嘛，咱莫讲遮个啦，啊，阮有别项代志要先请教你啦。啊是啥物代志？做恁讲无要紧啦。是安尼啦，啊，咱练钢管啊，大大小小的姑娘，啊，媒人姊嘛，你无嘛通了解有一半，对无？对啊，啊是安怎呢？啊，这其中深受倒一位姑娘，这行动举止令人可疑，而且不讲阁特别高强。无咧。那安尼我看，也只有朱姑娘甲白姑娘最可疑咯。免啊怨叹免忧愁，荣华富贵毋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受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趁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。